支 game，咁啦，睇到咗好勁耐啊！希望抽到呢個女仔啦，呢個女仔叫做輕易嘅，頭先佢打過嘅，好，抽一次就好時間，千七十。game 我好少玩啊，第一次玩，希望唔使嗰種嘢啦。金色，頭先都係金色，頭先因為新手教學咧係抽蛋嘅，頭先都係金色，好似冇喎，冇好嘢 ，skip 咗係咪？咁搞法，睇嚟你有法啦，希望救到手，唔使報答。你知啦，黑起晒之後要報答。俾我。抽咩？送多幾抽俾人咧，俾觀眾啊！嚟，唔該，俾隻我至少一隻。哇！好似有唔同喎，有冇睇錯啊？係啊，嗰個女神嚟嘅啦。団長と言ったか。短い間だろうが、よろしく頼む。依頼で高貴な竜族の一員にして。好靚喎，最近頭先。哇，正，唔使抽啦，死咗啦！哇，好彩唔使冇禮啫，之前因為佢得4000隻，佢得4000隻冇禮，起碼唔使用洗食，起碼唔使用洗食。我前面抽完打咁樣先，或者未來我摸算我等我攞晒咗之後，我再抽。